2026 Australian Budget Negative Gearing 系列 Part 2新樓、二手樓過渡期。今日呢條片唔係 financial advice， 我只係想用 mortgage broker 同埋市場觀察者嘅角度，同大家一齊諗一諗。而家 budget 嘅方向其實好明顯㗎啦。新樓 build to rent 部分指定嘅 housing project 之後仍然可以繼續享有 negative gearing， 但係二手物業之後 negative gearing 係會被限制嘅。官方文件寫到，政府會由2027年7月1號開始，將 residential property negative gearing 限制喺 new build property 嗰度，而 budget night 之前已經持有嘅 property 現有嘅安排係會繼續保留。咁即係話，我哋中間會有一段時間嘅過渡期。咁第一層市場嘅反應會係點呢？如果你已經本身持有 property， 你可能會諗，既然我仍然仲有 negative gearing， 而租金收入又幾好，我可以唔使理住。第二層反應就係，新樓仲有 negative gearing， 咁我咪買新樓咯。但係呢一個諗法其實係一個好大嘅 underlying assumption， 就係你相信層樓長期會升值，即使初期嘅 cash flow 未必好好，甚至要貼錢，你都會覺得我可以扣稅，我可以 hold 幾年、10年等佢升值。呢個一直都係澳洲 property investment 好核心嘅邏輯。但係我覺得今次真正要思考嘅位唔係扣唔扣到稅，而係流動性。